喺新年伊始，兩姐妹從教堂揸車返屋企，就傾起咗剛才喺教堂聽嘅道。家姐話：我今日見到你繳納11同埋奉獻噃，你係咪聽到牧師講有關奉獻嘅事啊？妹妹話：係啊，我聽到啊。家姐跟住就嘆咗口氣話：我今日覺得好慚愧咯，我乜都冇捐到。妹妹就好詫異咁話：你唔係出咗糧咩？你份工咁好批。家姐好慚愧咁話：係啊，出咗糧，兼且仲要攞咗年終獎金添噶。不過我喺聖誕節同埋新年期間全部用晒啊。妹妹就溫柔咁話：其實我都面臨你咁同樣嘅誘惑，不過我決定要先將屬於上帝嘅奉獻收埋，再用剩低嘅錢嚟到過日子。主耶穌為咗拯救我哋，傾其所有，甚至獻出性命，讓我哋銘記佢嘅教訓啦。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承諾奉獻嘅時候，讓我哋將自己嘅欲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